怎么了？哎呀，衣服都坏了。这可是风度最好的刺绣坊做的，怎么办呀？我们下午还要去王后的茶宴呢。这又何妨？拿根腰带挡上就是了。腰？哎，将军，我刚刚好像扭到手了，我觉得我需要治疗一下。龙眼，拜托你了。走吧，给我更衣去。将军，这条你是否满意？听你的。我的侍卫长怎么脸红了？将军，我看就这条吧。嗯。难道是要毁你的容？毁容？谁会要毁将军的容？可是那些飞镖确实是冲着我脸来的，想要刺我双目。